花莲的海域暂时真罕见出现游蛾，而且这观察透海岸的数量嘛真多，或者出海的民众是看甲真欢喜。虽然是真惊喜，不过咱嘛是袂当过度搅扰人的生态，所以业者是主动调整存放，互对环境更较友善。伫上海红船头一个海面，两只超级大游蛾当扑出水面划开，黑色白色的视野，抑个为较接片稀奇，是因明显的特色，通拄到的几率无1%。7月1号的下午5点，好，那我们在花莲港外海10海里处发现了虎鲸，他们在那里游速很快，在那里追逐海豚。是，那我们之后就保持距离的去观察他们，然后发现到说是一对夫妻档，然后跟一对母子队在那边。游蛾出现的消息，互真侪游客报名要出海，但是今日透早的船帮拢无拄到游蛾，颠倒是大型的观察头海鸥未少。研究海洋生态的欧劳海洋文教基金会是希望上海红船伫接触海岸海底的时，会当更较优先。在靠近之前，一定要先减速。那这个减速的距离至少要保持50公尺以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不包围，我们可以跟在它的这个左后方或右后方慢慢的保持距离去观察它。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有带母子队的话，那我们保持的距离应该要更长。业者强调，目前花莲有8只上海红船，大部分的业者都会按照上海红的规范，避免对海岸海底受干扰。在赏鲸的规范里头，其实一群鲸豚最多大概只能容纳3艘的赏鲸船，所以花莲赏鲸业者就会刻意跟其他船公司透过了发船的时间不一样，或者以航程的时间的长度不一样来做区隔，降低它所有的干扰。另外，亲像伫海上接触海岸海底的时间，也会控制伫15分钟就要离开，抑个袂当超过3只以上的上海红船同一个时间接触同一地内海岸海底族群。希望透过这寡友善的规范，互民众也当提高保育生态意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